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JE 啊，歡迎返嚟我嘅南美之旅。今日同大家講嘅係我由呢個 Erico 去到呢個 Coco Canyon， 再連夜搭巴士衝上呢個 Costco 嘅瘋狂2日1夜。不過講之前先同大家講聲，我其實搞錯咗住宿嘅日子，以為自己喺 Erico 住2晚，點知原來只係1晚。今晚我就會搭巴士走人㗎啦，所以如果你哋睇到時間線有少少亂，唔緊要嘅，跟住我講嘅就明白㗎啦。凌晨2點半，天未光，我就推住個行李去 reception 諗住寄存，點知佢哋個個都未瞓醒，等咗一陣先有人理我。寄存好行李，3點半就上車去 Coco Canyon 啦。車程超耐，而且山上高勁大，霧又凍，比起市區起碼低10度。上到山4370米嘅山口，兩邊山全部都係雪。好彩旅行社一早話俾我聽要着舊衫，如果唔係真係凍到我傻。喺車上邊我係咁瞓，都唔知瞓咗幾多轉啦。可能係時差，有可能海拔高。總之一上車就進入昏迷狀態。望返兩邊山坡，你見到嗰啲密密麻麻嘅點點，其實全部都係動物嚟嘅。Coca River 旁邊仲有個溫泉，一路可以望住個峽谷靚景，甚至可以附近睇到個吊橋。門票大概15蚊 solo 一個人，毛巾就3蚊。入到 Coco Canyon 景區，另外俾多70 solo， 應該係維護費或者外國人入場費。呢度分成幾個觀景點，但最精彩一定係呢個啦！你哋睇下呢個峽谷，佢係全世界最深嘅峽谷之一，深度有成3400米，比起美國大峽谷仲要深超過1倍。望落去峽谷底嗰條河叫做科爾卡河，佢由安第斯山脈高處流落嚟嘅，經過千萬年不斷咁沖刷切割，先至形成今日呢個咁壯觀嘅地形。哇！神雕俠侶嘅大鷹啊，唔知見唔見到姑姑呢？原來當地人叫佢叫做安第斯嘅神鷹，而 Coco Canyon 係全世界最容易見到佢嘅地方。我哋離開咗峽谷，就揸車去一個村叫做 Yump 個地方，主要就係睇嗰個聖母無罪教堂。呢個教堂建築風格簡單古樸，同周邊嘅土屋形成強烈嘅對比。喺呢個咁偏僻嘅高山峽谷入邊，突然間見到一座殖民時期嘅教堂，你會感受到個歷史嘅重量。西班牙人幾百年前已經嚟到呢度，將佢哋嘅宗教同文化帶咗嚟呢片高原。呢種感覺好難用文字嚟形容，要親身企喺度先至明。成個 Coco Canyon 有峽谷，有雪山，有禿鷹，有羊駝，有梯田，有教堂，一個地方睇晒自然同歷史嘅縮影。玩完一日之後，夜晚8點就搭夜車去 Costco 啦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即日來回峽谷再趕車，成個行程就係咁緊湊㗎啦。不過夜巴都算舒服，總之唔坐後邊就得㗎啦。上車就瞓，第二日7點50分就到 Costco 總站。到咗 Costco 第一時間唔係去民宿，而係衝咗去玻利維亞領事館辦簽證。點解咁急？因為我哋之後要去玻利維亞，一定要搞掂呢個簽證。2星期前都已經喺網上做咗登記。佢話8點鐘開門，上午做，中午先至有。咖啡室嘅老闆話：如果幫襯佢食嘢，就同我搞，我梗係嗱臨俾佢搞啦。真係有本事，半個鐘頭同我搞掂咗啦。今朝早重點係未洗面未刷牙就出咗街，仲要入領事館見官，真係有啲尷尬。攞完證之後就 call Uber 返民宿，放低行李，然之後即刻拎堆衫去洗。你知唔知我幾耐冇洗衫啊？總之唔洗就冇衫着。好彩2個鐘頭就有得攞。今日其實冇咩行程，因為搭完夜巴真係好攰，所以我決定休息到12點先至出街。
我慢慢行去 Costco 嘅心臟地帶武器廣場。你知唔知啊？幾乎每個南美城市都有一個武器廣場，但 Costco 呢個絕對係最靚嘅其中一個。廣場嘅兩邊係連排拱門建築，入面有好多餐廳同鋪頭，中間仲有個大花園同噴泉。我嗰日就坐喺呢個噴泉隔離嘅長凳，望住周邊嘅人曬下太陽，放空下一陣。原來 Costco 街市旁邊就係去馬丘比丘嘅火車站，位置勁方便。聖佩德羅站好方便，呢個站係其中一個主要上車點，而且因為佢極近武器廣場同埋中央市集，對遊客嚟講係非常就腳。地街市，我話你知啊，街市呢家嘢師奶特別鍾意，而我自己入去之後，發現自己都有一啲師奶基因。哇！街市乜都有，最先吸引眼球係一個磨到出血嘅植物，其實係當地人用嚟做藥，望落去真係好似流緊血咁，視覺上好衝擊。跟住行到果汁檔，見到啲橙汁超平，大大杯40幾蚊，但係我唔敢飲啊！你知啦，南美啲山水嚟㗎嘛，一個唔該就肚痛，跟住幾日就玩完㗎啦。晏晝出街之後，我先去旅行社訂好聽日嘅行程，確保之後嘅活動搞得掂。之後我就去咗做一個個人護理啊！你估下我做緊咩？係按摩啊同修甲。旅行途中真係忍唔住要 relax 下。夜晚我揾到一間中國餐館，食咗碗水餃，再去街市買咗啲生果返民宿，執好行李早啲瞓，因為聽朝要出發去熱水鎮上馬丘比丘。鍾意我旅程嘅話，記住俾個 like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